MPF 搬自由行，揀公司要諗真。生活逼人，日日做到冇停手，都係想揾多個錢，安享晚年啫。不過強積金推咗差唔多12年，似乎蝕多過賺喎。消委會亦都係發現呢，市場上呢有159隻基金，約佔341隻可以比較嘅基金，大約係44成半左右呢，響過往5年嘅平均年度嘅回報呢，係錄得負數嘅。強積金蝕鑊金，就算賺得最多嘅，年均回報率都係得5.81%。嚟緊11月1號就會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，可以自己轉強積金公司，自己錢當然要揾個信得過嘅公司睇住啦。咁我諗都會轉咯，係，因為我覺得而家嗰個表現唔好咯，係咁蝕錢咯。所有公司都收啲費用都係即係唔係太過合理啦，同埋好多時佢哋啲投資有失誤嘅，你可能剩翻個錢咧得不償失。俗語有話一分錢一分貨，但係消委會話強積金收費同回報唔一定掛鈎，有陣時平嘢都有好㗎。消委會話強積金嘅收費同外國一啲基金費用可以相差最多超過1個百分點，咪以為好濕碎啊！如果30年月供2000嘅打工仔，管理費俾多1%，以每年回報率5% 計，退休嗰陣代少20幾萬㗎。MPF 實施咗差唔多12年，全港基金資產已經去到3800幾億，管理公司絕對可以降低收費。作為打工仔，為咗將來退休可以過得好啲，係時候揀定間適合自己嘅 MPF 公司啦。